你要不要吃苹果啊？我这里有苹果。我一下很快用哪里去来？很紧张啊。一下有朋友嘛？欢迎收看《平安来注意传》，我是阿丽。人讲什么人呢？有两个味，一个是拿来吃饭的，一个是拿来吃点心的。不管怎样的咸皮，还是爱吃点心。根本要上线的一味，佢係咧演员，不過佢係西來的哦。佢要強用當好食點心。佢人嚟講啊，以前佢上去都不卡煮點心，不過唔點樣嚟做，一下我就留佢上線，教佢做一個簡單又好食嘅料理。Hello， 嘿，浩晴，嘿，你好。哎呀，迄13年呀，我等迄按多年呀，嫌几天数呢？我该做毛的咧，呀哈咧，脚存一支啊，做嘛该做本你困唔是啊？干嘛啦？有必要这样吗？啊！你有眼冇？浩晴，恭喜你咧！没得到个纽约电视节给你比诶。系啊，同欢喜哟，谈到同欢喜呢。对呀，是在党站嘛，全部就会演当后的戏呢，表示你是硬底子哦。系哦，咁系。导演啊，导演有带到好。跟下一步的，我看下个 IG 啊，吼，做动作的菜，本来就会煮菜啊。本来无煮菜嘅，迄以前都无条路做啊，要较省钱啊，就去甲做安样，就去甲青菜煮个家常菜安样。佮有做甜的冇？有做点心冇？冇，我当好食点心，但是唔会做，当麻烦啊，又当困难啊，又无个烤箱，无嘛个嘅，就唔知要用来做。我看个食谱又当麻烦，讲又要用来搅拌，又要用来等时间，又要用来变起来，又要拿出来，很麻烦哦。煮甜的，然后佮煮料理啊，吼，要用无穷用的头脑去思考。因为你喺做料理啊，就哈 freestyle。问题係甜点哈，就讲点心嘛，你就冇办法，你听出来有就比较准确的比例。我讲根本嘅，我就讲伊个当简单，就当好食嘅点心，客家版本嘅苹果派。好。先削皮，先来削皮。好。切到细细粒、细细块嘞，切丁。好。我也切好诶，哦，我不用得盐落去，一丝丝的盐花诶，一丝丝的盐花诶。做嘛不用盐咯，唔要做甜嘅。讲起盐花，嘿，二来啊，甜的东西啊，尤其係按用較棕色的按用的甜。嘅點心嘛，吼，然後佢放一點嘅鹽落去，加個甜又會唔會按呢個？唔講，我哋就演當到嘅舞台劇啊，記得有乜個禁忌啊？咩做唔得食甜嘅嚇？平常時做得是甜嘅，啊就大家就有一隻怎麼講習慣呐，就講，演出嘅之前就唔會食甜嘅。尤其是那个巧克力，就冇食。講做到一般講唔出發，會有嘅，我點講生痰呐。跟唔知道唔去講按用演舞台劇啊，也係講電視劇啊。係。請有印象嘅係乜個角色？係個理查三世。本代主懂中医要知道剧本啊，给那个角色就是坏的角色，就有一些心计啊。其实黑讲我们用按种二元论来讲啊，其实没黑对一种自己命运的抵抗或是掌握按用。我有做过个书诶，
书诶，系啊，老树妖。儿童剧系嘛，张有树妖安样。哦，系啊系啊。我读书的时间没做过儿童剧，我做过个主诶，就还要学那个这样按钮功法。我喺演绎咧吼，我声演的个树妖婆婆，就树的啊，哎呦，树的。哎，我们懂讲演，系啊，小朋友，你要不要吃苹果啊？来，我这里有苹果。好啊，今日嘅恁个有切好啦吼。系安样？啊，压好诶，过后啊，唔就攞佢放到压个磅秤，电子磅秤有冇？有。嘿，规定压下先放糖，然后压下放压糯米粉，先放100克，然后先攞佢咩搅拌一下，用压个水，嗰压下差唔多吼，唔过放到30克就好。做嘛要分2摆喏？因为压个恁个人啊，恁个可能个水分无共样，熟土无共样，加个水分就无共样。故说家下按用先攞佢试看下个水分的感觉，嘿，然后听一摆张来加，嘿，张来加个粉，按用张会煮好，好，按我压下我来准备温开水，好，然后压下好先放，差唔多先放30。好，因为个按样个糯米粉啊，佢有新米然后 Q 米嘅差别，故说还要用那个手感去做调整，好，你就煮后按样不会粘手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。我一下很快按样拿起来，拿起来几团的按样。嘿啊，就像一个面团那样，然后。迄个是较甜的话，压下面再放一位糖落去，然后诶吼，我压按用好诶，我压准备咧盘诶，然后放个面包粉，好，来挪比圆来，然后按用特别平，然后差不多按样，好，然后放到。面包粉蛋糕2片，然后给温啊。2面温啊。跟我一下火先攞佢轉開來。好。摸個蛋糕，我用平底鍋哈。好。哦，放油。我一下攞佢放一批。哦，你用細火去攞佢煎。好。煎ပြီး好來，係啊。看人个表情都生气啊！很紧张啊，因为有油啊。有平常煮菜咁会憋。唔可以啦，也冇水啊，底度冇水啊。不过你先必上色啊，给它上色。要是那种咖啡色，很啪啪就很重的。好，我用的张油酥。然后给煎开来看啊，底度啊哈，哎呦。有透明感就做得了。我个应该做得了。嘿，我个咩不差唔多诶。做得好。好，跟你去躺下身。也係嘅。呀，係矮。哦，家當建築啊，批唔到米絲啊，建築都批唔到米絲，一張批到東鄉哦。係嘛？係啊。今日你來識看啊？哦，來看啊。看係鐵擺做嘅樣嘅。哦，還按優秀哦，用快嘅，我用速呢。你用速，哎呦，你看还有拔丝的效果。看用嘴巴。你吃肉还多很好食咯。700多很好食。
吃到甜点有种幸福的感觉。系啊，很幸福的感觉，因为汉堡就做自家做的。系啊，像安样啊，要当家己演戏啊，我这个演戏吼，就不管是接戏呀，是讲事业就还无按稳定啦。嘿，我有吃到坚持的下去冇？坚持哦，啊，读书都也下都22年嘞，他中间没有讲想讲啊，唔去做咧，稳条路，但是就感觉，行去去家中意嘅事情啊，阿爸阿妹还算是支持，我笑讲啊，我游戏嘛，我用的嘛，唔过行去支持啊，就想讲继续啊。哦，就迄个兴趣，就要继续坚持下去。系啊，就有成就感安样啦。跟伊下有朋友冇？有啊，当小公务咧，做唔得。哦，安样就唔会笑嘅。好啊，咁样就用另个煎饼来祝福我哈，继续加油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 OK 谢。今日做嘅点心，希望要带本到幸福嘅感觉。下一道要老慢人连线，要做乜嘅料理，天出嘅数看爱到嘅节目哦。以下亲密嘅，想要同大家分享。希望我做得有較多嘅電視作品，俾大家看到。咩希望大家做得試看啊，買票去劇院看戲，嘅係同看電視無共樣嘅哦。大家來看戲，按字聲。